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咱阁会当伫即个主日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即摆先来看圣诗27首歌主上帝。这是一首真有名的即个民谣吼。在即个瑞典的即个传教士伊所写的，咱即摆来唱一届第一站。后壁有写吼 ，Stroud K. Kine 先生，伊所搁来改编的一个歌曲。这个诗歌呢，伊是讲，伊海先生呢，伊是在这个科尔巴千山这个所在在旅行的时阵，竟然就拄到这个大风大雨。在这个大风大雨的时阵，有一个真大的雷声，甲伊的心拍醒。这个声呢，在这个山谷内底呢，响到真大声，真大声，所以伊就因为安尼写第一段的歌词，第二段的歌词是伊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第18节的所在，所得到的一个灵感，所写的这个改编的这个歌词。所以咱即马过来唱第1节的歌词，过来唱一届，好不好？透过大自然来看见上帝创造的奇妙，咱小等过来吟诗的时阵，会当搁较侪来思想。即摆咱过来看第2首的圣诗，是133首。
信徒就来吟诗。这首诗歌是当初时这个牧师Christine Henry 这个牧师呢，伊咧苏格兰的时阵所写要互囡仔唱的。所以你小等下当咧唱的时阵，会当去注意这个旋律有真侪所在都有重复。好，咱即摆来唱一届。就是安尼重复的所在，就是为着要互咱囡仔来唱。咱即摆已经虽然讲咱即摆已经是大人，但是咱会当用囡仔的心来唱这首诗歌。上落尾咱来唱圣诗529首，529首，伫我救主荣光的面前。这首诗歌是咱真实的诗歌，咱即摆就要上落尾来唱这个诗歌的第一站，来诚做咱今仔日准备的心。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大家以万心来敬拜上帝。
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脚头夫拢爱跪拜，一切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光俾上帝。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27首，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请起立。请大家有缘徛着，做伙额头来祈祷。至尊至高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遍满全地，你赐阮美好的大自然、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父母亲，你也将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赏赐予阮。主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恩人。又大英君，温柔佮怜悯，诚做阮的救主。阮虽然是罪人，主悠然接纳，忧伤痛悔的心，伊无看轻。有时，阮互世间的价值观、价值观所迷惑，看重别人，听人的话，也过敬畏上帝，求主怜悯。有时，阮自高自大，看家己比别人较高，所以阮明白真理，求主叫醒阮，
互阮的灵魂真因。求主原谅阮是罪人，求主使阮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将平安甲医治的听赐予阮。阮中间年老的，也是身体欠的兄弟，会当得到医治，也得到瓦靠。阮中间有人亲人逝世，求主怜悯。阮的教会需要主的带领，有信心同在，我有气力来关心劳苦当当来人生倒退失志的兄弟，阮的教会充满真理甲疼。统日记对着地动，有真多人失事，求主怜悯，并需要重建，求主的公义。治理掌权，引带因的政府来照顾人民。阮祈祷无够的所在，只是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食命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为你助阮离世，对阮反你的歹。因国、万年、永光，拢是所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做伙来启应，请咱献归信小面第7003页，启文第5篇，启文第5篇出自诗篇第8篇，咱做伙来启应。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要塞，反必敌人。看着你亲手创造的天，人算啥物？你也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才小可较低。你属于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位啊，普遍全地。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33首，圣诗第133首，圣徒就来吟诗，请起立。
请坐，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阮希望伊亲像露喙焦，希望溪水，搁一摆用较无心来到你面前，追求你的假示甲真理。因你换命有力的话来改变阮，搁一摆提醒阮，你是至关的，阮就将阮所领受的，行伫阮生活中来荣光主的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到第12章12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马可福音第11章27节，因果来到耶路撒冷，耶稣伫圣殿得行时，祭司长经学教师甲长老来伊遐，问伊讲：你靠什么权柄做这代志？什么人予你这个权柄来做这代志？耶稣甲因应讲：我要问恁一句话，恁甲我应答。我就甲你讲，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约翰设立权柄是对天，也是对人来？恁甲我讲，因互相议论讲，咱若讲对天，伊会讲，安尼恁是安怎无信约翰？不过咱若讲对人，恐惊群众反感，因为因拢想讲约翰真正是先知，因就应耶稣，我毋知。耶稣就对因讲，安尼我毋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耶稣佫用譬如对因讲，有一人开垦一窟葡萄园，四面围篱笆，挖一个酒窟，起一个守望台，将这块园租予佃农。后来出外去真远的所在，收新的时到，伊找一个仆人去佃农遐，要甲因收园的果子。因掠迄个仆人，甲伊拍，赶伊空手倒去。伊佫找另外一个仆人去，因伤害伊的头壳，甲伊侮辱。后来园主佫找别个仆人去，因甲伊害死。伊佫找真侪仆人去，有的互因拍，有的互因害死。以后有一个就是所疼囝，最后嘛找伊去佃农遐，想讲因会尊重我的囝。毋过遐个佃农常常讲，即个是伊的继承人，来，咱甲伊害死，伊的财产就变做咱的。因就甲伊掠起来，甲伊害死，甲迄出去葡萄园的外面。安尼，葡萄园的主人会安怎处理？伊会来招要这个佃农，将葡萄园租予别人。恁敢毋捌听到即段圣经的记载？起厝师傅所起杀的鸟，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鸟。这是主的作为。对阮来看，实在真奇妙。遐犹太人领导者知影耶稣讲这譬如是咧指因，是想讲要甲伊甲伊掠，毋过惊群众就离开。愿上帝话诚说咱帮助，并且圣歌伫雅瑟时间带咱敬拜，要唱诗歌是用音乐敬拜主。
请地魔师讲道，题目是宽平甲受托责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诗班今仔日用音乐来敬拜主这条歌，因带咱敬拜上帝。这也甲咱今仔日经文的主题有关系。咱对上帝领受能力、恩赐，要用怎样善用这能力甲恩赐，来用伫对的所在，来荣耀上帝的利益众人。上要紧的是去理解这能力甲权柄是为哪来，伊的主人是甚物人？这是咱今仔日经文真要紧的主题。一开始咱读到耶稣甲犹太宗教领袖中间开始有争论，论的这个主题就是权柄。这是马可11章甲12章，咱搁落去几礼拜接续的读到，拢总有5个争论的所在。今仔日是头一个。这个争论，甲咱顶礼拜所读无花果树迄个譬如，以及圣殿耶稣洁净圣殿的这故事是连做伙的。顶礼拜耶稣清起圣殿，互迄个无花果树安尼打去，是针对这犹太宗教领袖，嘛对学生来教导。但是今仔日争论的主角变做是耶稣本身，伊的权柄受到挑战，受到质疑。到第2段12章1节到12节，耶稣就讲起一个歹电龙的这个譬如，这嘛甲权柄有关系，因为规个故事的中心牵涉到讲，什么人会当做主的问题。Who is in charge？ Who is in charge？ 什么人做主？若搁较详细读，咱就知影，毋嘛干那咧讲谁咧做主，搁较要紧的是咧问，是咱是为着什么人受托，伫遮尽咱的职分，这是真要紧的问题。伫今仔日第1段27节到33节，这个有一个关键的争论，问伊讲：你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伫遮提出质疑的人，就是经文讲，就是祭司长、经学教师甲长老。真趣味，这是一个一再出现的组合。这三款人拢组合起来。伫第8章，咱读到耶稣头一届有言伊要受难的时阵，就讲伊要交伫去用交伫祭司长、经学教师甲长老的手。咱若搁读落去到14章，命令敬畏来掠耶稣的，也是这群人。最后到14章、15章，耶稣伫搁来无共款的场合受审判。审判伊的人，也是这组人。这组人其实就是真出名犹太迄个自治的议会主要的组织者。咱知影犹太人伫罗马帝国统治下面，因有一个自治的议会 Sanhedrin， 咱有写翻做三合林。这个自治议会主要拢有71个成员，内底主要就是经学教师、祭司长甲长老。今仔日的故事内底，耶稣也未去互正式审判，但是咱看见这组人、这3群人来对伊提出强烈的质疑甲控诉，会当讲因代表犹太宗教当局开始要来对伊施压力。其实咱伫11章18节已经读到，因已经决心要甲耶稣堵去。要甲耶稣堵去。经文中间，不管是希腊原文，还是咱的台语译本，咱拢读到4解，讲这个代志、这个代志、这个代志、这个代志。这个代志是咧指什么？有可能指耶稣古早做的做的这个新约，还是这个事件？
但是咱对即个顶下文看，应该主要是咧指拄拄啊好耶稣所做迄个清气圣殿这样代志。确实，清气圣殿伫即个祭司长、监察教师甲长老的眼中，已经挑战因的权威。啊，咱顶礼拜咧读这个经文的时阵，知影耶稣就做无花果树，做一个行动式的象征，嘛是咧对圣殿的权威提出挑战。官兵是指什么呢？这是咱今日真要紧的主题。咱咧讲一个人有官兵，官兵是指什么？咱来去看圣经字典、神学字典，大概拢会甲你讲，官兵是两项代志结做伙的。一个就是权，你有这个 right， 你有这个权利；另外一个是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权，你阁有这个能力，你就有权威。咱伫马可一开始第1章、第2章读到的故事，拢已经有出现这个名词。伫第1章，耶稣医好一个伫会堂内底互邪神附身的人，耶稣先赦免伊的罪。啊，当伊的权威去用质疑的时阵，伊全显出伊的能力，甲即个人医好。同款第2章，一个半身不遂的人，耶稣嘛是先赦免伊的罪。然后法利赛人讲：你有啥物权赦人的罪？伊全显出伊的能力，甲伊治好。所以权力甲能力两项合起来，就是权威、权柄。啊，所以今仔日的故事内底，当即组人来甲耶稣质疑的时阵，重点应该是放伫权。你有啥物权，通做这个代志？谁甲你授权？什么人甲你授权，互你做这个代志？啊，不过呢，咱知影到后壁能力的问题嘛走出来，因为耶稣的话语充满能力。耶稣甲因要求，恁都爱甲我讲。恁都爱甲我应答，结果因应袂出来，应袂出来，所以到尾啊，咱知影，这对敌的人有啥问题，而且甲回答讲，阮唔知。耶稣甲问讲，约翰的迄个洗礼是为哪来？因讲阮唔知，所以耶稣嘛无甲因回应。耶稣当然知影伊的权柄是为哪来。但是伊回答因讲，我嘛唔甲恁讲，我靠什么权柄做这个代志。啊，即句话，互今仔日的故事，甲咱过去读的真侪故事有真无共款的结尾。圣经学者甲咱讲，即个类型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类型啊，会当甲叫做是宣告的故事。pronouncement 一个宣告的故事。这就是当耶稣甲法利赛人，还是这宗教领袖咧争论的时阵，争论到尾啊，耶稣最后做一个宣告，正做结论安尼。啊，咱读者读到，咱就知哦，关于这个问题，这个宣告对咱真要紧。啊，所以咱过去咱会记得，几哪的故事拢有这个最后的宣告。比如第2章，耶稣伫遐医治人了，伊讲。健康的无需要医生，破病才有需要。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罪人。这就是一个宣告。啊，是第2章，搁到后壁，为着安息日的争论的时阵，耶稣嘛做一个宣告。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人毋是为着安息日来创造。最近咱最近读到的一个宣告故事。是咧第10章，第10章伫遐咧讲起服侍人无服侍人的问题，什么人要做大，什么人要坐伫耶稣的道平正平，耶稣伫迄个争论了，对学生教导了，伊做出宣告，伊讲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这就是典型的。宣告的故事，真水的故事，每一个拢真水，真完整安尼。但是今仔日咱读到这个宣告的故事，真有意思是，这个对话了，
结果无有一个宣告做结尾，吼，无宣，后壁耶稣无宣告，耶稣敢若讲，安尼我嘛袂甲恁讲，耶稣无做出宣告，所以这个宣告故事真趣味，破局啊，破局。啊，这个破局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耶稣命令对方恁甲我应答，结果因无法度回答，煞互这个故事变做一个无完整的故事。但是呢，咱做读者，读到这，咱会受到挑战，受到冲击。咱到最后，咱才倒转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真有意思的问题。耶稣呢，咱倒转来看耶稣安怎回答因，提出什么款的一个反问。这是犹太良比常常有的做法。你甲我问一个问题，我嘛甲你反问一个问题。安尼就变做对话。耶稣问的问题是讲，恁甲我讲，约翰洗礼的权柄是对天，还是对人来？这个法问上面，咱看见耶稣的智慧聪明是超过伊的对手啦。但是更较要紧的，伊提出约翰的洗礼这个主题，是真正就对着这个人的问题啦。伊提醒对方，你还阁会记得约翰的洗礼吗？当时约翰爱恁悔改，嘛甲恁应允，你若悔改，就会得到赦免。约翰嘛甲因讲。伫我以后有一个比我搁较大的要来，伊要带来拯救，等等。所以耶稣咧问因：恁相信约翰的洗礼是对上帝遐来的吗？结果这人回答袂出来。讲起约翰的洗礼，嘛，互咱读者回想起耶稣的洗礼。咱会记得耶稣洗礼的时阵，天顶有声伫遐讲。你是我所疼的囝，你我真意爱。这句话就咧已经互耶稣权柄，为上帝遐来的权柄，讲伊就是我所疼的囝。所以耶稣伫遮牵出这个问题，互这个人，恁都爱回答，你一定爱回答，权柄是为哪来？若无回答，权柄的问题就无法度解决。这是一个真严肃的信仰的问题，结果这个宗教领袖失败，无法度回答。过下这伫头前这段经文，咱知影耶稣伊知影伊的权柄是为哪来？做读者咱嘛知，总是伊无愿意回答遐已经拒绝伊的犹太宗教领袖，真清楚。因若无法度确认行洗礼约翰的见证，安尼耶稣不管伊讲啥物，因嘛听袂入去。这也是耶稣命令因恁着甲我应答的原因。人若欠缺信心甲行动来做回应，咱嘛听袂见上帝的话，就算讲话是对耶稣讲，嘛无路用。咱较听倒转来，再来。反省这段经文对咱的启发，咱来进入第二段，12章1节到12节。伫遮咱看见顶一段，这阵宗教领袖来质疑耶稣、攻击耶稣，结果敢若平分秋色，无结果。因无法度回答，耶稣无甲伊回应。这时耶稣接落去，换伊主动。攻击这对方，伊挑战对方。经文讲，伊对因讲，所以伊讲这个譬如，用意真清楚，是针对这对敌讲的。因嘛知，咱读到12章12节，安尼讲，遐犹太人的领导者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如是咧指引呐。通过这个譬如，耶稣承认讲。恁是有权柄的人，确实啊，因为恁伫圣殿做主啊，圣殿是恁伫遮做主的啊。但是接落去，耶稣控诉因滥用这个权柄，而且甲因警告，因的权柄会去用出走，而且交予别人。伫旧约以西结34章
有一个真类似的表达方式。这个上帝交托的这个领导者，若无负责任，上帝要出手，把迄个权交予别人。今仔日讲的这个譬如有真特别的形式。咱知影譬如伫福音书内底，譬如有足侪无共款的形式，有的是迄个名喻，有的是隐喻，有的是寓意，意思讲意思藏伫内底。今仔日的譬如是属于寓意，就是讲迄个意思藏伫内底，但是咱听到，咱马上会当联想到。这内底寓意足清楚，互咱读到这个内底故事的人物的时阵，咱马上就想到哦，咧指向，咧指向，咧指向，咱马上会当列出一份名单。葡萄园的主人咧指上帝，葡萄园咧指以色列，殿龙呢，就是咧指这宗教领袖，牧人呢，就是。历世历代这个先知，迄个囝咧，当然就是耶稣，这个有意寓意，真清楚，咱读的人无可能看袂出来、听袂出来，知影耶稣伫遮有真清楚的这个所指是啥物，搁一个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真明显有旧约的一个影伫啊，旧约真出名。以赛亚第5章1节到7节有一个葡萄园的歌，迄个歌内底用的迄个图像，甲咱今仔日耶稣讲的即个譬如非常像。伫遐讲到葡萄园内底有篱笆，有酒窟，嘛有迄个守望台。不过，即两个故事结局无啥共款。以赛亚的迄个葡萄园之歌内底讲到问题。问题出伫哪？出伫葡萄园结出迄个歹的果子，就是结出酸的葡萄酒，无收成啦，无好的收成。但是今仔日马可12章耶稣的譬如，问题毋是出伫葡萄，是出伫遮个凶恶的葡萄园的工人，还是佃农？佃农。伫马可故事内底，咱知影葡萄是有收成的，问题是遮个佃农。想要甲遮占做因家己的，问题是遮个佃农无正当使用因的权柄。规个故事就是安尼伫遐来展现规个故事简单甲看，会当分做4个阶段咱真紧来看这4个阶段，互即个故事的意义，会当互咱真紧会当掌握。头一个阶段，佃农起来反叛主人。主人派一系列的萝卜人要来收这个葡萄园的收成，因毋若拒绝，后来甲拍，最后佫甲因抬。马可甲路加拢讲着连续派3个萝卜，另外马太甲马可就讲着后来佫有派其他的萝卜。其中第4节讲着第2个萝卜伤害伊的头壳。伤害伊的头壳。有学者讲，这敢若伫暗指即个马可福音内底咧讲起行洗礼约翰去用抬头这样代志。不管是毋是有即个暗示，即个阶段上要紧的重点是啥物？就是讲伫以色列的历史内底，上帝这个主民的领袖，就是这个宗教领袖。因拢一再拒绝上帝所差派的先知。上帝叫先知来讲有权柄的话，因无爱听，因家己想要照家己的意思来行使因家己的权柄。这是故事的头一个阶段。第2个阶段是第6节，主人派伊所疼的囝去见佃农。而且咱看见马可真精彩的迄个文学技巧，伊一开始讲，伊也有一个，伊也有一个，哇！这文学表达真特别，伊也有一个，也有一个什么人？咱若为头前读落来，咱会想到讲还有一个萝卜嘛，还有最后一个萝卜。结果毋是，出场的人是所疼的囝。哇！咱读到遮真着惊。
竟然主人甲伊所疼的囝派出来。即个所疼的囝，还有一个所疼的囝，咱嘛受着教育。两个真要紧的故事，拢有类似的，家己所疼的囝爱牺牲的故事。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险险甲以撒献祭，创世纪22章，以及创世纪37章，迄个老爸所疼的上疼的迄个囡仔，约瑟去互兄弟出卖，所以伫遮共款，迄个所疼的囝伫遮哪像去互送出来要牺牲啊？咱若用一般人情迄种世间的智慧来看即个故事，咱会感觉即个故事真无合理啊！就是讲，毋是正常的一个主人的做法，毋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嘛有一个学者讲即个老爸是毋是起痟？家己的所疼的囝竟然甲派出去，这嘛毋是一个财产去用抢夺的主人应该有的举动。当代真出名的即个新约的女学者 Mary Tolbert， 伊咧描写这段的时候，伊讲咱做一个现代学者，这段故事定定读，读甲伤熟啊。咱无法度感受到讲，即个故事内底迄个主人的迄个善意是有够含糊的啦，有够荒谬的。这个善意实在是很荒谬。哪有人讲为着要互迄个杀人犯，阁有最后一摆悔改的机会，将家己的亲人、家己的囝，甲伊送去到危险的所在？啥人要做这个代志？这 Mary Tolbert 讲起譬如有时阵是夸张的，但是重点要互咱去想内底的意思。确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故事非常重要。咱拄啊唱圣诗27首，迄主阳咧甲咱介绍讲迄个作者是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才写迄首诗。其实，伫这个故事内底，这个第二阶段的情节就敢若约翰福音3章16节同款。上帝疼世间人，无惜伊独一的囝，互伊牺牲，为着世间人，互信的人要得到永远的活命。伫遮用故事的方式，真简单的几句话，互咱看见迄个约翰福音3章16节，迄个真水的信息。第三阶段是7节甲8节。结果咱看见以色列这个领袖拒绝上帝伫耶稣内面的迄个恩典，因家己就遐讲，这个是主人的继承者，咱若较抬视，咱会当得到继承权。这当然是毋是有下犹太人的法律，咱毋知影。但是这个阶段描写一个真清楚的图像，就是这个宗教领袖，敢若想要敢若想到家己的利益，所以滥用迄个交托因的权，无尽到管家的责任，阁想要夺取迄个所有权。因彼此伫遐讲，伊的财产就变做咱的。后来，甲迄个囡仔抬死了，阁将伊的尸体ฮ็出去葡萄园的外面。这阁较证明因真大胆。否认主人的正当的权柄，也拒绝主人主动善意的迄个恩典。这个景象甲伊抬死，甲ฮ็出去葡萄园的外口，嘛，互咱想起耶稣后来受死的情景。圣经描写讲，耶稣死伫城门的外口，死伫城门的外口。这是第三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第4阶段是耶稣用一个修辞的问题来做开始。耶稣讲：安尼葡萄园的主人会安怎处理？然后耶稣家己回答伊问这个修辞的问题：安尼主人要安怎处理？伊会家己做回答。这个回答变成咱故事的重点。伊会来召灭这个佃农。
将葡萄园租予别人。真清楚，耶稣伫遮讲，上帝要拒绝以色列的领导者，也要将葡萄园来交予别人。上帝并无拒绝以色列，伊所拒绝的是这领导者。问题关键是这宗教领袖怎样咧行使因的权柄？因怎样咧回应上帝囝所带来的信息？这个譬如，互咱读者真清楚，无一个宗教领袖是无可取代，是不可少的。每一个宗教领袖拢爱警醒，当葡萄园的工人就是上帝子民的领袖，为着因家己，毋是为着上帝来行使权柄的时阵，因会伫上帝所定的时去用拄去，因的职责嘛会交予别人。今仔日即个譬如到最后，佫有一个结束的引用的经文，伫遐耶稣讲：恁敢无听过经文讲的吗？伊引用诗篇118篇22节到23节，敢若做一个小结论。起头师傅所起杀的鸟，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鸟。伫希伯来文内底，石头甲囝是足同款的音嘛。囝是变，石头是会变。所以伫遮真明显，耶稣借用石头要来描写即个囡仔将来的命运。伊做一个真水的结论：迄个去互师傅气杀的石头，要成做上要紧的帮起厝的迄个基石，基石。若讲头前即段譬如歹电龙的譬如，是咧表明，搁落去要发生耶稣要面对迄个受难的故事。最后这段引用的诗篇，那像是咧甲咱讲起耶稣的过活，耶稣的水的一个信仰的结尾。到这故事结束，遐听见的这领导者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如是咧指引，想要甲伊掠，毋过惊群众，因就离开。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对咱今日有甚物启发？我想两段拢是咧讲起权柄，权柄有时啊，咱嘛翻做权威，还是翻做权力，但是权柄的原文，英文一般翻做 authority，authority 这字本身英文的迄个字根就真有意思。咱知影 authority 是对 author 来，是作者，作者。迄个主人，真正的主人就是迄个原来创造的迄个人。迄个人权是为伊来的，authority 这字。所以今仔日两段经文，头一段在甲咱讲权柄是安怎运作的，权柄的特质是甚物？然后第二段迄个譬如要提醒咱使用权柄应该有甚物款的态度，甚物款的原则。大先。犹太宗教领袖咧问这个问题：你靠有甚物权？所以伫遮真清楚，互咱倒转来思考权柄的问题。咱安怎看权柄？上要紧的就是知影主人是谁。我的这能力，我这温素是为哪来的？耶稣问这宗教领袖：约翰的洗礼是为哪来？嘛是咧问同款的问题。不过，当这个人无爱回答的时阵，耶稣嘛无回答。这点互咱开始对耶稣伫看权柄开始来思考。耶稣的信仰，宗教信仰，毋是迄种权威式的信仰。耶稣袂讲我互你一个答案，你就甲我讲阿免，安尼就好啊。毋是上帝国，毋是安尼。上帝国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用心去听，思考，愿意悔改，愿意相信，最后决心要跟地。所以这个是咱爱做出回应的，毋是讲有一个权威
咱就讲阿免安尼尔吼。耶稣呢，伊所做就是伊将上帝话讲出来，伊嘛活出上帝话，然后咧听候咱怎样做回应。若讲进入上帝国，是我靠信心。马可所描写的耶稣，是通过伊所行所做，要引发咱的信心，要激发咱的信心。耶稣无替咱念教条，耶稣嘛无叫咱盲目服从权威。耶稣真安静，听候咱的回应。对这角度来讲，今仔日的故事真正会当成做咱的故事。迄个真关键的对话，伫十一章33节，耶稣甲迄个宗教领袖咧对话时阵，咱会发现马可两个动词哦，拢用进行式的。因就因耶稣因就是进行式的，我毋知。然后耶稣讲安尼，我嘛毋甲恁讲，迄个讲嘛是进行式的。我嘛毋甲你讲，我靠什么权柄做代志？这则经文足微妙的啦，咱若认真读，会拍动咱的心。敢若耶稣咧甲咱讲话共款，甲咱对话共款。这个对咱来讲，咱经文迄个马可福音一路读到今仔日，哪像直接咧对咱讲话啊？咱对第8章读到第10章。马可迄个耶稣一直要求学生，一直要求学生，嘛将重担放伫因的肩胛头。恁着爱否定家己，恁着爱背十字架，恁着爱来跟底我。咱哪读，咱嘛咧想，这话是毋是咧对我讲的？是毋是咧对咱讲的？上面咧想讲，耶稣是毋是咧讲我？但是咱抑搁伫遐丢毒，上面搁咧丢毒。我有我的生活爱过啊，我有我爱尽的责任啊。耶稣对咱的要求哪会遐多？咱伫遐丢毒。总是伫迄个时阵，咱听到耶稣讲，我嘛毋甲恁讲，我嘛毋甲恁讲。然后伊安静行往受难的路，行往十字架。行往坟墓，最后行往到过啊一个早起，咱过落去就会读着。伊咧讲，我嘛毋甲恁讲，总是另外上面，咱阁听到另外一句话，恁着甲我应答，恁着甲我应答。伊咧对遐个宗教领袖讲，恁着甲我应答。安尼，咱倒转去拄仔头前已经讲去，这个故事是一个宣告的故事，结局无宣告。是毋是咱会当安尼解说？而且，迄个应答做出宣告的责任是伫咱读，今仔日伫咱读者的身躯顶。耶稣咧听候咱做出宣告，是即个权柄是对上帝来，是我的所有的一切拢是为上帝来。那咱若做出宣告，即个故事。也要变做咱的故事。确实，各位兄弟，权柄的问题真微妙。咱的长老教会，咱较少咧讲权柄，啊，咧教派真爱讲权柄，特别讲牧师就有权柄安尼，牧师就有权柄。但是咱回想加尔文伫日内瓦的。教会法规内底讲到牧师的权柄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牧师的权柄，还是牧师的重要性，毋是出自伊的身份，还是伊的头衔。我有牧师的身份，所以我就有权柄，无这代志。伊讲权柄是对上帝敬畏，以及伊会当落实事工的能力。来表现出来。伊咧讲牧师的权柄有两个要紧的因素，头一个就爱敬畏上帝，意思就是讲知影这个权柄的主人是啥。第二是真正会当落实事工的能力。换一句来讲，加尔文讲，一个牧师会当好好讲道，
会当主持圣礼、领导礼拜，会当做好的教导，会当牧会关怀，安尼权威自然就会中间展现出来。权柄的重要性是出自上帝，只有敬畏上帝的人，才会当使用这个权柄。上时权柄在于伊所展现的气力，毋是有身份、有头衔就有权柄，是因为伊忠实讲上帝话，会当教导人更较深认捌信仰，也帮助人会当经验到上帝恩典。当这能力落实的时阵，权柄自然就展现流露出来。这个道理也同款，会当用伫咱所有的教会领导者身躯顶。咱若尽心尽力敬畏上帝，也将咱所领受的积分甲恩赐才能表现出来。上帝通过咱嘛，互迄个权柄显现出来。第二，关于今仔日即个披露派电容的披露，对咱有啥物启示？即个披露当然是一个警告，提醒咱讲上帝会挑战所有的教会领导者，还是服侍者，爱咱不断问：我敢有忠实的上帝？我的服侍的态度，我的工作计划，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是为着啥的利益？是为着要服侍啥？是我家己，还是上帝？是利益，是要为着诚做忠心的管家，毋是讲家己要做主人，想要控制一切。同款，咱各位兄弟伫世间生活，咱做各行各业，嘛是有受托的责任。咱就爱为着众人的最大利益来为心来服务。咱会记得中华改革运动开始16世纪，一个最要紧的主张就是天职，天职 vocation。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咱拢有一个呼召，上帝呼召伫遐，呼召咱伫一个位置来活出咱的天职，迄个 calling， 迄个 calling。用路德的话来讲，每一个人只要将受托的责任好好啊活出来，咱的工作就变做神圣的，这就是天职的意思。路德甚至安尼做譬如，伊讲农夫伫田里做工，生理人伫生理场做生理，军人伫遐守卫即个国家，议员伫管理众人的代志。这个代志甲牧师伫讲台顶头讲道，拢同款神圣，拢是天职，拢是上帝呼召咱来做的。确实，咱每一个人也着伫咱所受托付的责任顶头来应神益人，因为迄个位是要互咱活出咱的积分。最后，这个譬如嘛挑战咱对教会所有权的一个概念，这是真有意思。咧挑战咱的教会观是甚物？咱有时啊会讲啊，这是我的教会，这间是我的教会，咱会安尼讲，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教会。讲到尾啊，煞变做讲啊，这个教会是我的。咱的观念会伫遐慢慢啊变，啊，这教会是我的，所以就要照我的意思来运作。啊是讲，咱有时阵会伫教会内底起一个属于咱的地盘，啊是咱的小王国，啊袂记咧葡萄园的主人是甚物人。今日这个譬如嘛，提醒咱无人会当拥有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咱每一个人都要知影主人是啥，尊主最大，诚做上帝忠实的管家，毋是想要迄个僭越，要诚做主人安尼。最后今仔日经文的最后嘛有一个真有意思的所在咧，讲起迄个军将的角色。这点咱来做结论啦吼。
经文内底有2届讲起宗教领袖会惊群众。第一届是迄个当因访问讲啊，行洗礼约翰会洗礼是为哪来？是对天顶来，还是对人遐来？因讲咱袂使讲是为人来的，咱若讲是为人来的，恐惊群众反感，因为因拢想约翰真正是先知。伫遐讲起，因惊群众。啊，第二届呢，是听到耶稣即个譬喻，因真生气，知影讲耶稣是指因讲的，就想要掠耶稣，毋顾惊群众，就离开。12节，为什么会惊？这是真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一旦群众开始认捌真理，还是开始觉醒，就会成做监督的力量，一种监督还是抗衡的力量。互迄个滥用权力的人，互遐个无尽责任的人，会感觉着惊。当然，咱知影群众嘛是会盲目的，真容易互收买，还是去用操弄。亲像咱搁落去读到群众态度嘛会改变。但是群众嘛是会当成长，会当学习，会当进步的。马可福音一直提醒咱毋是干那是学生啦尔，咱嘛是群众的一部分。希望咱对即个群众的角色，也提醒咱家己，咱爱搁较认真认捌真理，也不断觉醒，通成做监督的力量，也成做进步的力量。咱三角阿头来祈祷。阮天听人的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通过马可福音的经文，互阮学习官兵的即个要紧的道理，互阮学习知影，阮的温顺、阮的才能、阮的权力，是有主人的，是拢为你遐来。阮着用敬畏的心来行使阮的权力。也阮提醒阮的管家的责任，无论伫教会服侍，也是咧世间的积分，恳求你拢帮助阮，成做你搁较尽心忠实的管家，也互阮做一个群众，会当觉醒、认捌真理，成做权力的监督者。阮将阮今仔日对这段经文的学习献上感谢，恳求你将这话放入阮的心内，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咱做要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529首，圣诗第529首，求我救主引到面前，请起立。
济。这是咱要为下面山祈祷，第一位统领旗苏利亚大地堂灾民救援，第2月22日，这期地港起40天的静默灵修。第3位2月24为乌克兰祈祷，战争较早停止，咱三个出声同心来祈祷。请是淑珍执事赶咱做结束祈祷。天父上帝，你是生命的主，求你用国外的气力，固守土耳其苏利亚大地堂地区的人民。自从地震发生，因活伫死亡甲灾难的惊吓中，求主用平安的意念保守因，代替一切的惊吓、不安甲忧伤。互因体会伫灾难中，主你悠远掌权，求主你赏赐气力甲平安，为因除去种种的脱界，主你亲身陪伴，并且帮助因伫灾后的医疗甲重建。过来的拜三是大灾节期的开始，求主帮助阮伫这段期间。阮也指主的受难，甲国外的日子进程，帮助阮操练阮的性命，更加深刻自我反省甲悔改。求主光照阮，互阮看见阮内心深沉的罪，了解阮实在需要主你的怜悯。伫主耶稣行往耶路撒冷、各各他这段日子。是主你伫世间上界艰难黑暗的时，主你知，阮中间也有人伫生活的艰难中挣扎奋斗，伫心神肉体的困难痛苦的中间，这个重担有时嘛若亲像将阮迄落伫黑暗的中间。阮特别需要主你伫这段时间，主耶稣你甲阮同行，阮也甲主耶稣相同行，做伙行过主你要上十字架进前迄段上界黑暗的日子，互主耶稣你完全的陪伴、理解、同在，伫阮的生命的困境中间来激励阮，较赢黑暗的权势。俄罗斯发动战争侵略乌克兰，得要1年，几60万人因为战争死受伤，失去因的家园。阮相信，阮要搁一届来恳求，求主你的公义甲怜悯彰显，互这场高丽亚甲大别的战争紧紧结束，互受苦的人民会当重新建立因的家园。阮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祈祷阿门。这是咱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黄燕诗叫咱祈祷。请坐，请咱行规就无通知事项。第二，土耳其叙利亚边界2月7日发生大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万人。关注保守、安慰受灾人民，观看方式请咱家己看。第三，升学礼拜日，伫今日下晡3点举行。主题：转型正义的路，倒数的过去甲未来，欢迎兄弟参加。第四，大灾节期是国外节前40天，传统教会的静默灵修。今年是对2月22开始，邀请兄弟三甲来修正。第一天，阴暗7点半，伫大礼拜堂有泰泽祷告会，欢迎兄弟参加。第五，2月24，阴暗7点半，伫大礼拜堂有为乌克兰祈祷会，欢迎兄弟参加。第七，这学期圣经校春季班开始报名，课程对3月5号开始上课。课程内容请咱家己过目，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第八，爱的练习室呼吸成长团体伫5月起，每个月拜六、拜日拢有一班。报名到3月31日为止，也是人数满为止。欢迎兄弟报名参加。第九，政府宣布，明日起，室内毋免戴喙安，毋过咱会使加决定要戴毋戴，其他规定请咱家己看。团课消息：第二，青少客家长小组今日是10点半，伫 B102-103举办第一届聚会，欢迎注意好高年级、中学生也是大专生的家长参加。具体消息：第一，陈国英兄弟2月14透早5点半，伫台大边安孝主怀女婿70年，关注安慰为主。二连礼拜伫3月初3下晡1点半，伫台北市利滨志美礼厅；个别礼拜伫3月初4上午1点，伫咱教会举行。第二，社政院长老2月15要安那伫台北医学院附设边安孝主怀女婿93年，关注安慰为主。个别礼拜伫3月11上午10点举行。教界消息，其他的消息大多数事项顶上奉献事奉人员，请咱家己过目。请陈牧师介绍请安。各位兄弟，咱今仔日有几位咱的来宾吼。头一对是迄个荣信长老娘惠理姐的亲人吼，对美国芝加哥转来，林大成甲李佩芳，请那个谢谢。
另外是顾林华兴医师的孙查某囝吼，的翁仔某即个汪焕然甲林婷英，欢迎哈。为中心教会来的会友吼，吴之怡，欢迎。为台南太平境教会来的吕恩林，欢迎哈，欢迎。对，咱请兄弟互彼此请安啊。咱做来吟圣诗第396首，圣诗第396首。担的散花求主赐福，请起立，吟诗线声定数祝祷。愿上帝平安，保给一切人所想的教会，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服侍、甲工作，对答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别倒闭会，若需要代祷，请来到节目，才落雨伞卡。